甲国释文第12集有一条军歌也是安尼唱：夜色茫茫，星月无光。这八字什么意思？有写毋着字无？应该无啦吼。星月无光，形容真暗啦。无光就是暗，夜就是暗。无光的暗，可能是伫日时，可能伫暗时。当然，直接是指暗时。另外，这个暗就是夜，就是黑暗，就是晚上。夜色茫茫，台语安怎讲？暗茫茫，想袂到吼，讲一世人的暗茫茫，原来安尼写。我有写毋着字无？若照教育部专家的写法，我确实写毋着字。茫茫到深更的茫茫，若袂晓写，日头的光线无去啊，写这个茫无较好吗？或者是日头被蒙住了，写这个蒙无较好吗？为何是偷偷摸摸的暗摸摸啦？真侥幸。暗有3字，第3字阁有3个读音。台语文的丰富性，你是毋是已经有掌握到啊？阁来介绍一字暗，这字说文解字讲是将大将新，大甲有春啦。但是头前阁有一句福也，是毋是怪怪呢？大有余，为何是福呢？这字文音读掩，大甲有春，如何是奄奄一息呢？你有甲我同款的困扰无？字典讲这字有久的意思，久久啊喘一气啦，这是字典的说明。这字暗，暗号的暗，来看甲国释文如何解说。这字将手将套省将身，身是身点，这个身点会使称悬，共这个时阵的共这个时间，顶面的套就甲伊砍掉，这时就读暗，暗砍的暗。这个身点也会使反向窜出，这时就爱甲伊压掉，反向身点被围住，这字就发音以手捂住耳朵，耳导铃。这字暗，正确了解字形，就知影毋是大甲有春，是春出来就甲你砍起来，就是说文解字讲的福也。例句暗砍，春出来就甲你扎起来，嘛有扎的意思。例句暗雨，这字嘛读导铃，袂管是吗？阁来一句，水来土大水是反向甲扎起来，所以这字读水来土掩，毋是甲大水掩埋哦。你捌像我安尼误会无？袂管是吗？看过这集你就真习惯啦。遮遮掩掩，台语讲掩掩，安尼写，掩阴历也。教育部即届写着一字啊，歹歹手。掩掩，教育部乱写的字，咱嘛来学一个。这字读合，意思用手捕捉的。例句要食鱼神，家己合。你认为这字符爱加非字旁无？合鱼神网啊，3字网，你选倒一字？欢迎留言。合字典的解说讲是福处也，福是要安怎处呢？台语的合是毋是帮字典讲甲清清楚楚咯？新典、新请这两字共意思，文音读新，白音读春，甲古文话的意思，双手约束，使伊变长。双手伸出去，对应词
揪转来。伸出来，台语阁有一个讲法，捅出来。捅是涌的本义，本义是地下涌出泉水，就是露出来，所以读捅嘛，或者读音涌。例句：捅头，写捅头也可。双手分钱，或者分货了后，阁剩真济，即字剩。即字嘛是剩。甲骨文的写法是甲春的种子伫春天的时报种日图。古语的即字暗，差不多字形的即字读音暗，或者是即字暗趣味哦，嘛有差不多字形的暗，含另外一字暗是一种地仔形幼目的鱼网仔，鱼仔入去真歹阁出来。另外即字捂呀，捂住耳朵啦，啪啪声真大声，赶紧甲耳孔捂着。中文的介字，第一字是动词，第二字是名词。台语嘛差不多安尼讲，坎挂，坎是动词，挂是名词。即字若读介是助词。例句：介高尚，介贤，毋则想会出安尼。阁有介面皮，毋若台湾人安尼讲，日文讲清济人嘛安尼讲，嘛有入声音的音节的记录哦。甲面皮当作度假，免啦。顶一集讲到满，台语有3个读音：暗长的暗，压着下頷压含切；万教的万呢，网仔含着网含切；真换的换呢，看切。甲女罗请出来，有一个网仔围着，围就是查网仔口只是看伫頷颈，看就是悬着利益，袂影响喘气，是看哦，毋是挂。挂是吊挂，吊是索命的，会死人的。所以即字换并看切，正经音安尼来。即字亡，种草，麦仔有像这个穗亡，稻仔嘛有切毛，光芒就是取这写出来的意象。你捌听过无？有一种饿，阿嬷觉得你饿；有一种冷，阿嬷觉得你冷。有一种光叫做无光，所以五芒当中有一个暗的暗芒，真正常的讲法。这集主要就是讲芒、暗芒、暗芒芒，写倒一个暗拢好，写倒一个芒拢会使，看你的发挥。只是莫目睭蒙蒙，对教育部乱写就好。